风台草动一个电火条啊，台电人员无暝无日抢修，张数一个细腻的员工电到，目前是用 ECMO 在抢救。美国东花拜一落大雨做水灾，纽约地铁的月台入水，New Jersey 那边是有车去予大水冲去，造成2个人死亡。柬埔寨内战时期无抢条的地雷，陆续是造成6万多人死亡。这阵当地是利用非洲大鸟鼠咧找地雷，速度比人搁较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美国的东花拜，伊是熊熊落大雨，引起大水灾。纽约的地铁月台入水，也搁有这水沟啊管啊，亲像是喷泉共款。原来是 New Jersey 那边是有车去予大水冲去，2个人死亡。纽约曼哈顿的地铁站15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不过前一日伫东门入口的所在激出喷泉的状况是真惊人。美国东岸的纽约、纽德西州甲宾州等地8日突然大雨来袭中央公园，1点钟内落超过50毫米的雨量，创史上第2大降雨的纪录。地铁系统就安尼无法度运作，若月台予大水引起连车厢内拢积水，乘客爱将脚夹悬，被逼规个也是徛伫椅仔顶。一名住伫布兰克斯以地铁通勤的居民，下班的时足足用2点半钟才回去厝。So when I got here to the 28th Street station, water was already coming up, and so I walked to 34th Street. When I got to 34th Street, the train was running. Once I got on the train stopped at 103rd Street, and I waited there for about 45 minutes before I ended up having to just take a cab home because that was the only option for me to get home last night. 类似的情况也伫纽德西发生。哈德逊郡这个城镇水淹甲成湖，人行外同款溢出喷泉，车伫错路的水中赛，连相对较悬的巴士内底也互水淹。伫北部的普莱恩菲尔德市，有2台车互大水赶走。纽德西州虽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力抢救各种状态，犹原造成2个人死亡，真侪店做甲餐厅伫大水退去了后，无闲清理，损失真惨重。Yeah, all our equipment's messed up. All our fridges are gone, even our walk-in cooler, and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we're gonna do now because we just remodeled like 2 months ago. Yeah, so it's my brother's business and mine, but we're trying to make it through this and. 暴风雨平息了后，纽约市当局承认当地下水道方法设计无法度应付8日的瞬间降雨，造成雨水灌入地铁系统，也造成灾害。未来会争取经费来改善。除了陆地交通受阻碍，纽约的甘乃迪国际机场、拉瓜迪亚机场、甲纽德西的纽瓦克机场。半夜也被迫暂停航班起飞，造成数十架航班取消。福建台机场暴风雨上海时刻已经过去，机场甲多数的交通干线已经恢复运作。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转来看咱台湾附近，伫咧这菲律宾的东边是有一阵热带性低气压，可能是这2天啊就会结做风台微拍。不过这气象署是认为讲，伊是袂直接影响咱台湾。也毋过，这拜5到礼拜会因为外围环流的水汽，各地头拢会落雨，东部甲恒春地区这雨会正大阵。大人是风台季节，菲律宾东边的海面已经有出现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预估，过1-2天就会变做轻度风台，嘛是今年的第6号风台微拍。气象署表示，若准变做风台，预估拜5到礼拜会上划台湾，有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也毋过袂直接对台湾入来。未来的路径跟上午看法还是一样，还是会比较先以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最后会从吕宋岛的北端陆地通过，然后进入到南海，然后再进入到中国大陆广东这一带。台湾因为吹西南风佮转东风，拜是台湾各地是侪云较好天，或者是落西北雨。南部地区和各地山区要注意过道有较大的雨势。拜5到礼拜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上大，拜5东部的雨势会豆豆变大，西北部地区以西北雨为主。拜6礼拜南部会落阵雨，中部和北部会落西北雨，也若东部和恒春地区可能会下大水雨，提醒民众出门要注意。周6跟周日这2天的话，除了在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持续之外，在南部地区也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目前来看，6日2天，中部以北的天气还是以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气象署嘛表示，拜4北部会较热，中华部分地区卖出现36度的高温，民众若是出门要记得补充水分。气象署讲，后礼拜1准风台虽然会对中国去，不过后礼拜2到拜3，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全台湾天气无稳定，民众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但若是风台造成南部真侪所在停电，台电的人员无眠无日抢修。不过在昨煞是出意外，有一个36岁姓李的员工去电着，赶紧送病院，目前还搁咧用ECMO抢救。也若是劳动部今日是有派人去事故现场调查，目前出意外迄搭是当咧停工，其他的所在继续抢修。伫大日头骹，台电姓李的员工伫家己六卡乡高空作业，就是要赶紧甲电力修理好，辛苦工作的过程拢互记录落来。不过，加工15姓李的员工共款伫高空作业的时阵，无细日去电着，经过抢救，目前还搁伫加护病房。事故发生了后，劳检单位也甲台电16到场调查，嘛出动空翕机现场模拟事故发生时的状况，要查清楚代志发生的原因。配合到啊，电着哩新公车啊了。新公车大家操作过了，已经得昨天做地沟工了，嘿，地沟工。当那是风台过了后，南部电力设施受损严重，台电伫全台湾动员，一个同在工班有12人，工具机人员拢有够，到底是倒一个所在有疏失，这嘛是相关单位要追查的重点。现场看的就是他情况很糟糕了，大概存活的几率只有10% 啊，8天都没有回家了。因为前一天晚上10点多回来，再看一下孩子这样子啊，希望大家能够帮他祈祷啦，这样。发生意外了后，工区停止作业，但台电提出紧急应变作为了后，才当复工。其他工区是关系到民生继续抢修。总统赖清德16透早甲经济部长郭志辉等人嘛前往病院探视，并了解治疗的情形。这整个电击的路线刚好就是重伤到心肺，所以他的心脏发炎指数那些都很高了，所以大概还好我们ECMO是可以整个取代心肺功能，所以我们现在最关键就是他的脑部的受损的程度。如果脑部受损程度有恢复的话，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没有电，大家没有办法过日子，但是我们的这个台电的同仁都非常的辛苦，大家也看得到了。现在大家都是希望让他可以早日康复。姓李员工已经伫台电服务挖近10年，这届无细日发生意外，目前用ECMO伫上命，家属希望外界替伊祈祷渡过难关。若是意外安怎发生的，相关单位嘛当地深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破发现金1万块仍议员未煞，行政院长杜永泰总是批评南北违反宪法。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就批评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杜永泰拢是咧白贼，要求要赶紧变医生。立法院伫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之下，三读通过破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长杜永泰15讲，世界村的钱扣掉4700亿特别预算，敢若剩300多亿，根本无够2300亿。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违宪违法，行政院必须爱有作为。我把这个钱也花给人民，一人1万块，他可能买个冰箱、买个储物柜来保证自己的粮食。对国家来讲，对人民是好的。但为国家的帮助确实是少。杜永泰强调，政府甘愿借钱救灾，不是借钱发钱予民众，也呼吁要予国民党甲民众党无机会乱心无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批评杜永泰甲总统赖清德讲白贼，无徛伫人民的角度思考，无拼经济，干那要拼政治。民众可以买很多的民生物资，补他生活之不足，而不是要听这些政府官员。完全不站在民众的角度，在这边搞飞机，在这边说干话。那对于国家因应关税所这个带来的这冲击，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对国家最有利的方式？那我想这个其实是还有待斟酌啦。但今麦是这期立法院无甲行政院先做整体经济评估就破发现金，不是好的方式，认为应该确定关系了后，再过来进行协商。日前朱立伦也说，这个如果罢免通过的话，就没有这个1万块的费用。那这个不是很明显在进行买票，而且是公开的买票。林妙昌是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伫7日了进前通过破发现金，是讲连的政治买票，抢救大罢免，呼吁民众认清国民党的计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是宣布讲，对顶关税要甲印尼扣19%，这伫咧亚洲的国家当中，目前是算低。也若是咱台湾咧，
外交部是强调讲，这谈判也咧进行当中，望伫咧8月初一进前会当完成。即阵就真侪农民真烦恼讲，敢会用米猪、米牛，也是基因改造的食品来做甲美国谈判条件。行政院的谈判副总代表就表示讲，会保护咱的农民甲产业。另外，咱附近的日本甲南韩，美国要减去几派关税是拢已经公布啊，日韩拢是25%。因为咱甲日韩是有真侪产业互相竞争，所以讲大家都真烦恼讲，咱若是去互扣了比日本、南韩搁较悬，咱的产品就会失去竞争力。目前外交部处长是表示，也在谈判当中要乌白有结果。随着美国总统川普陆续宣布对真侪国家实施的关税税率，也互外界关心台美的谈判进度。媒体问到台湾的对顶关税敢有可能关过32%，外交部处长陈明基是安尼回应：我们都不确定啊，这个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很少的国家在谈判结束之后就能够知道具体的一个汇率。那我只能够说是说双方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诚意，那么大家这个沟通，然后还持续在进行之中。立委烦恼，台湾的农产品可能会变做谈判倒定的条件。政府在协商过程中，敢会安尼让步妥协，冲击受害可能都是第一线基层农民的生活。基因改造食品的进入，第二个，针对美国的猪肉跟牛肉，不用再标示。第三个，农产品上面，尤其对于我们台湾养猪业者，可以说非常多，是否会对美国提出零关税？我们很清楚台湾的产业利益所在，所以我讲我们会坚持。立法院外委会邀请相关部会报告关税谈判进度甲有机成果。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目前也咧谈判，虽然对伊良善严格，时机无适合，那将相关保密协定添伫日头卡。会个红保护，受害也是台湾产业。就你了解，如果8月1号到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我想，川普总统所谓的10到20% 是针对现在原本4月2号公布的对等关税拿到10% 的这些国家，他要一并的提高到15到20%。那但是台湾是属于原本有个别对等关税的国家。台美后一摆实体谈判时间也来协商，经贸谈判办公室强调，争取8月初1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虽然对各国送出信函，也毋过因为谈判咧进行，即马通知的税率，并无等于是各国上尾的税率。信函的主要目的是咧增加各国甲美国谈判的力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汉光演习今日第8天，陆军是演练这战车若是歹去，要安怎吊挂抢修。另外，陆军是伫咧台中出动分百架车顶兵力，阻挡共军进入市区。也那伫咧台北的松山机场，透早嘛有演练，是阻挡共军攻击首都圈。半暝啊，松山机场无兵前，国军防范共军。半暝啊，利用直升机编队进行突击登陆，三军部队结合航警局执行反机动作战，运用烟雾加备空降场阻碍共军登陆。陆军官兵提出，会当早咧行的起降飞弹锁定直升机，所落的战车、轮车、火炮当日出，用火力将被进犯敌军。汉光41号演习第8日创前防御作战，国军毋但演练首都保卫战，中部也爱防止共军进犯。嘉南海堡是共军上可能登陆的红色海堡，城镇战是重点演练科目。陆军第3四旅出动分百架车，用火箭车赶去战术位置，也建构多战处的组织设施，运用地形优势布阵，向共军落入火网陷阱。这周边的区域构筑了逐次防御的阵地，也预化了一个歼敌的区域，来引诱敌人进入我们预想的阵地，来进行集火射击。另外，公司新闻独家掌握，即摆汉光演习有新战略交日，一台外观亲像鱼骨天线的车辆出现桃园，是中方院的新型电战干扰车，近日完成验证。今年由陆军500四旅成军，头一摆加入汉光演习，对干扰中共无人机有帮助。发出就是相对应的频率，干扰这无人机的控制，乃至于就是可以整合其他的 ESM， 也就是电站资源系统，干扰敌方的这个船舰或者是它的征收的平台，比如说它船上的雷达。另外，花莲演练要港防会甲战略部组专接，由海军属海军南搬做上船角色，再换战略部组为持久作战做准备。另外，国军模拟甲共军交战 ，CM11战车出现战损 ，M88A19 战车出动进行野战抢修。
汉光演习正值暑假期间哦，国军在校园进行相关的操演，获得校方大力的支持，可以让学生近距离看见国军守护家园。演习期间，国军伫江庙校园敦煌补给路径，那战车受损，会当后替战场第二线取消了后，紧紧重返战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际消息，2022年，这泰国是通过法令，甲大麻合法化。不过今年6月底，说是阁形象改变。甲大麻列入管制药品，这对于是已经发展起来大麻产业冲击是真正力。大麻商店的看板伫万国街路上四界看会到。泰国伫2002年甲大麻合法化了后，经过3年时间定出新法，重新列管大麻为医疗管制用药。Kitty Chupaka 是泰国大麻合法化倡议者。新法令宣布了后，伊开始组织活动，希望政府会使取消禁令。So, like, we're currently asking for people to come over and protest at the health ministry right now. But in general, if we fail, in about 6 months' time, just don't look for weed. 泰国大麻相关的法令上路之后，过往在路边就可以看到的大麻摊贩很有可能就此绝迹。而少量属于自家种植与制用，仍是属于合法的范围。而未来台湾游客若要来到泰国，必须要注意相关的法规，以免受罚。3年前，泰国大麻合法化一开始，真侪大麻的商店伫街路上出现。不过因为市场渐渐饱和，未少业者防汰掉，也来一摆新法规公布，影响更加大，或者新兴产业真侪店拢收起来。Like say along here, this used to be a weed shop when it first legalized. The exchange, actually a couple of exchange, used to be like 5 or 6 all along here. Now there's about 2 left, and we don't know if they're gonna stay the 2. 大部分的大麻商店业者拢无愿意接受访问，因为伊唔知影讲这项法令伫未来是毋是会互政府认真来执行，对着未知的未来，因感觉前途黑暗。So this is the first step, which is clearing out the little guys, and then the next step is to kind of package it. And giving it into an entity who will monopolize what cannabis is. Like they have made marijuana legal, they have made a lot of money from it, and now they feel like they've made enough, so they can just cut it out. But that won't work. 伫观光景点，一个靠山路，四界拢是大麻的商店，真侪外国游客来遮，就是希望使试一下这项禁忌物件。像泰国政府想要等于到过去，可能需要提出更加多、更加详细配套做法。若无这样法令，就有可能敢来治标无治本。公司国际记者泰国万国报道。法国的政局无稳定，总统马克宏去年12月才任命的总理贝俄，短短半年就面临8届无信任的投票。即阵在法国的预算赤字阁哪来哪严重，贝俄今日宣布缩按预算计划，其中有一项是按算要取消2个固定假日，互劳工倒去上班拼经济。Chaque seconde qui passe, chaque seconde, la dette de la France augmente de 5 000 euros. 5 000 euros de dette supplémentaire par seconde. 政府一直无度运作，税收减少，开销增加。2024年底，贝胡克马克宏任命做总理的时阵，法国的预算赤字都已经达到 GDP 的5.8%，关出后面稳定机制所设定3%红线挖要2倍。贝胡25日一场演讲，批评法国的债务一直动摇国本，若是无改变，到2029年，敢若债务的利息都会达到1000亿欧元。Je crois que c'est la dernière station avant la falaise et l'écrasement par la dette. Il faut l'appeler par son nom, c'est un danger mortel pour un pays. 国库的资金正暗，总统马克宏伫当时第二个宣布，未来2年内要增加国防预算达到65亿欧元，相当是大票2200多亿。所以贝胡15提出438亿欧元，相当是大票1条5220亿的预算紧缩计划。其中有几项重点，首先是对高收入的人征收薪水，还有将退休金甲福利支出设定2025年的水准。另外，上有感觉应该就是取消2天固定假日，让法国人回去拼经济。安尼就会当为国家加增加60亿欧元的收入。这2个国家假日，真有可能是国外节礼拜1，也个5月7日二次大战后战胜利日。不过，敢若安尼，伊就已经互极右派甲左派轮流谴责。
加油政党国民联盟的主席勒庞甚至批评这是对法国人劳工甲体育人士的攻击。佮放调若是背负无修正计划，伊会伫国会发动表决，对伊提出无信任动议。公视新闻洪润伟编译。东南亚柬埔寨内战结束要30年，不过也是有不少所在有这战争时期留落来地雷，不时造成民众死伤。根据因的政府统计，这款地雷造成因死亡的人数恐惊已经有65000人，而且这涂骹体恐惊也有400万至600万粒地雷也被挖出来。过去除了是靠人甲仪器去清，这阵当地政府甲组织阁发现非洲大鸟鼠咧找地雷是真厉害。若是用一片网球场的面积来看，人要检查煞就要用4天，不过这鸟鼠只要半点钟就会当完成。咱即阵边仔看到这只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罗宁大鸟鼠，伊是已经找出109粒地雷甲15粒微波弹。伫这片草坡顶，排队人员看有训练过体型大只鸟鼠，详细找可能藏伫涂骹，也是草坡内各种地雷。这阵排队人员属有非政府机构人员杀伤雷排毒组织，荷兰文简称叫做阿婆婆。柬埔寨经历1960年代至1998年2届内战，也有中央的赤柬恐怖统治，除了人民死伤失踪真济，全国真济所在也有藏几落百万粒地雷，也甲微波弹，是地雷污染上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包括政府的柬埔寨排雷行动中心在内，也有几落的官方甲非政府组织共同为排除地雷的努力。除了金属探测器这的器材，动物嘛是排雷人员的好友伴，其中各以狗仔，也有非洲大鸟鼠上互人肯定。គឺខ្ញុំជឿទុកចិត្តលើកដុលដោយសារខ្ញុំធ្វើការមួយកដុលយូរដែរហើយតាំងពីខ្ញុំធ្វើការមួយកដុលមកគឺកដុលតែងតែរកឃើញរហូតគឺមិនរំលងមីនអញ្ចឹងណា Dogs and rats they are better compared to other animals because they are trainable. They have high capacity of sense in terms of detection. 非洲大鸟鼠敢比这个上济，体型比一般鸟鼠大真济，包括身躯甲尾上长有90公分。因为非洲大鸟鼠找到地雷的效果真好，多年来也阁出现几落只明星大鸟鼠，像讲叫马加瓦的非洲大鸟鼠，服务期间找到71粒地雷，阁加28粒微波弹，也阁伫退役进前协办排雷英雄金质奖奖。2022年过身的马加瓦，伊的记录伫2025年红拍破。这只叫罗林，目前找到的地雷国家微波弹拢总124粒，而且也持续伫增加。公视新闻戚家人编译。为着研究人变老的奥妙，英国科学家是这篇人体扫描影像计划。过去这11档内，已经有10万人参与实验。目前这扫描是已经超过11届，是咱全世界规模上界大的研究计划。穿便蓝的衫裤参加实验计划第10万名志愿者史蒂夫正伫进行 MRI 核磁共振的扫描。为了研究人类衰老的秘密，英国新闻样本库伫2014年启动一项人体扫描影像的计划，邀请10万名中年的志愿者参加，按提供 DNA 甲其他生物样本，并且完成身体测试，定期回答健康甲生活方式问题。I've had family who've had health issues. My mum in particular at the moment now, she's suffering from early stages of dementia. Close friends have had cancer and things. Giving up my time for medical research, who can learn from people, the lifestyles, the health, and obviously what their bodies are like, which ultimate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is going to help medical research for the future. 这真大医学影像计划分布伫英格兰4个所在，每天运作13点钟。志愿者每摆要接受5种无同类型的 MRI、电工甲超音波这机器5点钟的扫描。以后平均每几年拢会搁再邀请因来重复这个检验的过程，观察身体甲器官的变化，加上运用 AI 人工智慧分析真大数据，要整个研究进行速度是愈来愈紧。When we started the project 11 years ago, no one thought this was feasible. We can now look at every organ and tissue in the body, and that has helped us understand things like aneurysm risks, how muscle fat is related to frailty, and how liver fat is prevalent in like 25% of the UK population.
全这计划已经进行超过11摆的扫描，因讲是全球规模上大的研究计划。下一步也随着时间，搁再对6万名志愿者进行中心的扫描，以便科学家收集大量人口健康状况数据，了解大脑也是身体早期的变化，是不是造成后续引发疾病甲健康的问题。国视新闻陈时东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